师姐又给我们寄家具了。怎么又是翡翠？师傅，什么是翡翠啊？就是一种石头嘛，傻徒弟。师傅，咱们也太穷了吧！怪不得昨天做饭你都不让我做口水鸡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师傅是有点饿，要不然我下山去吧。啊！师傅，你看啊，我现在的这个医术比你还精湛，我行医救世，我还能赚钱给你养老，不是？为师突然想到，你家人正在四处找你，那你就下山去吧。啊！哎，师傅，哎，师傅。这小魔王终于要走了，还口水鸡，再这么吃下去，我那几只小凤凰都快被他吃绝种了。总裁，爆了！一惊一乍的，什么爆了？陆总，要不您自己看。我孙女1.7米，坐轮椅，双腿残疾，身家那个过万亿。我是陆爷爷，现金堆满仓，每天抽奖送个场，为我孙女找新郎。自从我车祸出事，爷爷也是不容易。都怪那个穆家，收了陆家的百亿聘礼，却迟迟不肯把穆家少爷送来完婚，老爷子这才入赘。我又这样，哪个男人愿意？可我时日无多，本来我也无所谓嫁给谁，但穆家言而无信，我要让他们把吞掉的百亿聘礼给我吐出来。走，去穆家退婚。喂，你说什么？什么回来了？穆家少爷，孙乐，陆总，孙乐，陆总，孙乐，陆总。你没事吧？陆总，我们去医院。不用，我这个身体去不去医院都一样了。大小姐，老爷子给你求来的无极神医秘药，不是很有作用吗？我也是勉强吊住性命罢了，我能不能活过明年都还不一定。所以你们把我从乡下找回来，就是为了让我去陆家入赘？没错，入赘。我不去。不去？陆家可是京海首富，要不是陆大小姐双腿残废，需要找个人入赘，穆长生，这可是你顶了天的福气。福气？那这个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啊？他可不行，他可是我们穆家的继承人，怎么能去入赘呢？既然这入赘是福气的，爸，这福气给你，你要不要？哎呀，刘琴啊，陆家大小姐她双腿残废啊，专家都说她活不过1年。可是陆家下了聘礼，100亿呢。穆长生，长幼有序，你是哥哥，就应该由你去入赘。可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时候陆家的要求还不是入赘吗？穆长生，你是哥哥，理应让着哥哥，把陆家婚约让给你弟弟。我不让，陆家的婚约是陆家爷爷和我妈妈定下的，不是给穆川定的。穆长生，
现在我是你亲，你必须要听我。你不是我吗？你是小三！来人，把这个小崽子给我送到乡下去。当年陆大小姐身体健康，婚约是香饽饽，你们就逼我让给穆川。如今陆大小姐双腿残疾，陆家又要求入赘，香饽饽成了烫手山芋，你们又想塞回给我，好处占尽，坏事做绝，天底下哪有你们这样的道？穆长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你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配陆家那个活不久的病秧子，我看呀，你们俩般配着呢。穆川，你好大的口气！我竟不知，区区一个不入流的穆家，都敢来嫌弃我陆家。我竟不知，区区一个不入流的穆家，都敢来嫌弃我陆家了。好美啊，可惜是个残废。哼。陆总，今儿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少明之顾问，我们陆总今天来就是来退婚的，距离大婚还有3日。你们穆家收了我们陆家的聘礼，说好要入赘，到现在连新郎官的影子都没见着。既然这样，那就退婚。这是退婚协议书，签字，婚约作废，聘礼立即退回。陆总，陆大小姐，我们可以解释。哎，对，陆总，我们可以解释。哎，你干什么？陆总，这个穆长生啊，也是我们穆家的孩子。哦，陆总，这样，我们两家的婚约呢，不如就让穆长生代替阿川入赘过去。爷爷催婚催得这么紧，如果是这个男人，也不是不可以。你就是陆雪琪，跟我有婚约的那个？是。咱俩不合适，陆雪琪，我们还是退婚吧。穆长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要是不入赘到陆家，陆家让我们退聘礼，该怎么办？那就把钱给人还回去。哎呦，你看看他！你不要误会，我退婚不是因为你的病，我退婚纯粹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我丑？我丑吗？怎么可能？我丑？对呀，我师姐说了，饺子要吃烫烫的，媳妇要娶浪浪的。穆长生，你胡说什么呢？简直恶俗！怎么了？大波浪头发哪就恶俗了？我就喜欢大波浪卷头发的女孩子，就像壮壮妈那样。她头发那么直那么顺，一点都不好看，你看不到吗？不是，什么品味啊你？头发可以卷，那也不行，因为我是绝对不可能入赘的。你既如此，婚约作废，请穆家退还我陆家的100亿聘礼。多少？100亿。娘子，变脸这么快的吗？我们是现代社会，不兴叫这个，你应该叫老婆。老婆，我承认我刚才说话声音太大了，对不起。就算长得再漂亮再有钱，也只是一个残废而已。穆长生真是穷疯了。你不嫌弃我的腿？老婆，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你的腿是不太方便，但我就喜欢这种顾家又不会到处乱跑的女人。明天中午12点，民政局见。好的，老板。穆先生，这是陆总的联系方式，有事联系。哎，好的。孙璐，我们走吧。你收拾东西，明天我会派车接你回陆家老宅住。好的，老婆。
到时候把陆家的聘礼也带上。陆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聘礼是给新郎官的，新郎官在哪儿，聘礼自然也在哪儿。孙露，我们走。大小姐，您不是说要退婚吗？怎么又变成明天领证了？为了完成爷爷的心愿而已，嫁给谁不是嫁？爷爷为了让我结婚都那样了，我总不能让爷爷失望吧？可我刚刚看姑爷夸您的时候，您嘴角都快翘上天了。一个审美有问题的拜金男而已，上一秒嫌我丑，下一秒为了100亿聘礼又改口喊我老婆。陆总，你又吐血了，我马上给韩教授他们打电话。不必了，他们来了那么多次，哪次管用？只可惜无极神医居无定所。3年前老爷子求药之后，再去求见神医，已是人去楼空。无极神医性格古怪，那么多人求药都无功而返，这么多年来，甚至有了活人不医的名号。无极神医有个弟子，6岁学医，9岁出师，13岁时已救人无数，有小医仙的称呼。要是能见到他，他一定能救活您的。什么无极神医，什么小医仙，名号挺多，我们又见不到，是男是女都不知道。我还是尽人事，听天命吧。爸妈，我太不甘心了！那凭什么100亿聘礼给穆长生啊？那就应该留在咱们家的。可刚才那陆雪琪也说了，妈，这个还不简单，咱们就让穆长生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等咱们手上有了他的把柄，拿捏他还不是轻轻松松？到时候100亿聘礼自然手到擒来了。哎呦，我的宝贝儿子，还得是你。这怎么才能让穆长生犯错误呢？爸，这个嘛，我早有计划。真的？不愧是我儿子。嘿嘿嘿嘿。穆少爷好。那个，去吧，记得把那个针孔摄像头都弄好，证据全录下来。是。穆少爷，春宵苦短，来和我们玩啊！两叶匆匆，穆少爷，穆少爷，穆少爷，什么跟什么呀？什么春宵，什么两夜，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宵夜。穆少爷，少爷啊！傀儡输定。下床，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向左转，向右转，左3圈，右3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儿子，这万一穆长生不受诱惑怎么办？哎呦，爸，那不可能。他就是个乡下的土包子，那小畜生一个。他要是能经得起这种诱惑，我直播到底我吃屎啊我！哎呀，走！你走！一直在挑衅我，烦人！怎么回事啊？这个人啊，怎么不懂怜香惜玉啊？哎呀！哎呀！明天领证拍照，你提前准备一下。拍照？提前准备？准备啥？哦，懂了。谢谢提醒，你真是个大好人，嘿嘿。哎，怎么还不来啊？孙露，打个电话催一下。是。
老婆，我来了。我们去领证吧。你，哎，你怎么打扮成这样？不是你说让我提前准备准备的吗？我什么时候？你昨天给我发信息说今天要拍照，让我提前准备一下呀。不是，你一个大男人，你涂什么腮红啊？以前在山上，我师傅带我跟小白下山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打扮的。请问你说的以前是多久以前？10几年前吧。10几年前你才几岁吧？那个时候打扮成福娃模样很正常，但是现在，老天爷，我这个老公该不会是个傻子吧？现在退婚还来得及吗？你怎么了？孙露，拿湿纸巾给他擦一下。你递给我做什么？我可是女总裁，难道这种小事也要本总裁亲自来吗？那我们去拍照吧。这不行啊！啊？为什么？结婚证要半身照合影的，新娘能站起来不？拍完就坐下了，很快的。既然不能拍，这婚就先不结了。能拍，行。这样可以吗？可以。吓死我了，差一点我的财神婆就飞走了。你刚才怎么了，我的小财神婆？这男人天生神力，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是他口中那个师傅教的？他师傅和无极神医比起来，谁更厉害？你师傅？我师傅啊，对，我师傅。你不说我都忘了。老婆，既然我们已经领证了，我该带你见见我师傅了。你师傅是谁啊？我师傅是许如归。许如归，你听说过吗？没有。我师傅他……乖徒儿，你去把那只大鸡抓回来，我给你烤香喷喷的大鸡腿吃。好的，师傅。真乖。小孩儿，哈哈，我要吃了你！本座的功力还能再提升一个层次。你过来呀！送上门的肥肉。师傅，我要吃烤大鸡腿。不可能，这不可能！这一天天的，得吃我多少凤凰啊！得想个借口把他弄下山。哎，我师傅他虽然是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大龄剩女，穷到连一张床都要我师姐送，但他每天都会给我吃烤鸡腿。哎，我说，你怎么一直坐轮椅啊？你也太懒了吧，走路都不愿意自己走。陆总出生就难产，夫人又早去了，他从小也是3灾5病过来的，后面又经历了车祸，双腿残疾，彻底站不起来了。这是陆总的伤心事，你不要多提啊。啊，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你是在嫌弃我吗？哦，我的意思是，他这腿也太好吃了吧？啊？你说你能治？那必须的呀。姑爷，你就别打趣我们小姐了，就连大名鼎鼎的无极神医出手，也只是用秘药吊住性命而已。听说只有无极神医的弟子小医仙出手，才有彻底治愈的可能。难道您认识？什么小医仙啊？女的呀，听起来有点厉害。哎，我不说太厉害，我就是个普通人。不过你这个病确实不难治，我洒洒水就治好了。先回家吧，明天有场拍卖会，据说无极神医的弟子会到，
可以借助它打听一下无极神医的消息。回去好好准备一下。好，走吧。恭迎姑爷。那个，你们家可真大啊，比我在山上住的茅草屋可大多了。看够了吗？刘叔，带姑爷去他房间。哎，等一下，你不跟我住一起吗？不用了，暂时还不需要。哎，不行，我需要跟你住在一起。你说什么？哎，你的房间在哪儿？你跟我说，我们现在就去。哎，姑爷，陆总房间在这边。啊，哈哈，哎，恭送姑爷回房。你，穆长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把你的裙子脱了。脱裙子？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哎呀，你赶紧的吧，把你裙子脱了！你不说你晚上还有事吗？来，快点脱呀！你穆长生，有感觉了吗？没有。那我换个姿势。现在呢？有感觉了吗？哎呀，我这姑娘终于开窍了啊！嘿，这大白天的，就这么激烈。有感觉了吗？没有。没事。有感觉了吗？也没有。啊！但是我猜，它大概是断了。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我的腿早就没有知觉了。没事，我能治。好了，这就好了。你都把我弄湿了。哎呦，这年轻人啊！我的腿恢复了。哎，慢点啊！我想自己试试。好。你没事吧？你别碰我！你这个骗子！我就知道，哪有那么容易。你的腿现在只是恢复了知觉，刚刚能站起来罢了。要是想恢复如常，还需要整整1个月的疗程呢。你是说，我的腿还有治好的可能？有啊，不过就算我把你的腿治好了，但你先天不足，精血两亏，又经过重病，伤了根本。若无天才地宝进补，不出1年，你还是会死。果然，还是要找到无极神医。下山匆忙，没带什么药材，不行，我得找九官传讯给师傅，让他把我的百草香拿过来，不能让我的财神爷老婆就这么挂掉。没关系，还是很谢谢你。我扶你起来。对，这个喜字再往上一点啊，贴高一点。对，哎，这个摆这边来啊。爸，你这是？哎，女儿，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你老公这么快的？爸，你说什么呢？长生刚刚是在给我治腿呢。那我不管啊，这新房啊，我都给你布置好了。今天晚上你俩必须给我洞房。子路，贾连锦，把这个别墅啊给我好好布置一下。哎，好。
女儿怎么样？嗯？啊，那个，老婆，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什么呀？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江湖博主辣弟。俗话说得好，规矩立得好，老婆跑不了。兄弟们，3分钟教你如何拿捏大女人。这条视频建议你保存起来，发给你家的那位看一看。第一条，第1条，婚后女人工资卡要上交。第2条，婚后不能像这样整天摆脸色。嘿嘿，这第3条，婚后老婆要每天给老公100万。第4条，婚后我要每天吃肉，像什么烤鸡腿、卤鸡腿、红烧鱼、一品鸡。从第3条开始就是你自己编的吧？你怎么知道？我忘记视频后面是怎么说的了，就准备自己编几个。这个男人虽然贪财好色的很，看起来也不太聪明的样子，可似乎心眼不坏。算了，我也有我的规矩。老爷子，您昨天不是还在外省吗？我可不相信雪溪那丫头能乖乖结婚传宗接代。新婚夜，老夫必须侧耳倾听一番。好粗啊！你别摸了，烫手。你是第一次见这个东西吗？第一次见。哎呀，现在这年轻人真会玩啊！哇，原来你们山下可以用这个叫保温杯的东西来加热银针啊！严谨一点，是质量很差的保温杯。不过质量这么差的，我的确还是第一次见。可是这质量差的保温杯可以加热银针，质量好的却不行。那这个不应该是质量更好的吗？它能加热银针，是因为它作为保温杯的质量不行，不保温还漏热。况且呢，我们山下世界看病不需要银针。可是你现在不正需要吗？很痛吗？干什么呀？你刚才是为了拿这个？不然呢？等一下会更痛。我告诉你别叫，不然会影响我失针的。嘘。难不成是刚才我说的规矩惹他生气了？我也有我的规矩。第一，婚后我们不能同房。你不行啊？嘿嘿，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100年难能一遇的杨文女？我不是不行，是不能。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能不能活到明年这时候都不一定呢。爷爷着急让我结婚，是为了让我给陆家留后。我睡了你，然后呢？我死了，这对你不公平。老婆，你千万要对我不公平，狠狠的不公平啊！别闹。那个，第2条，你那只狗，它不许上床。他说他做不到。第3，
钱你可以随便花，但是花之前你要告诉我你花在哪儿了，我有权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哦，你生气了？不会是因为我刚才定的那几条规矩吧？好了，今天啊，扎2次针，以后每天都要扎1次。你平时都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平常一般都在公司。行，那我先睡觉了啊。关灯。哎，哇塞，这也太多衣服了吧！哇！等一下，我会带你出席厉家的拍卖会。既然你是我陆雪琪的丈夫，就代表的是陆家的颜面。阿云，好好替姑爷打扮一下。大小姐，您能站？是。阿川啊，这次厉家的拍卖会，你可得多认识点有钱人，多认识点富婆，这可是个好机会。妈，我听说今天无极神医的弟子要来，那倘若咱们找到无极神医，陆总的病是不是？哎呀，这陆家贵为京海首富，若是陆雪琪的病能治好，怕是看不上我们穆家。谁说的？穆长生那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都行，我们家阿川凭什么不行？啊，爸，我这次打听清楚了，这次来的是无极神医的弟子白桃。白桃矿主掌控了 A 国最大的翡翠矿，占据了70%高端珠宝市场。哎，您见过他吗？哎呀，没见过呀，连无极神医也只是一面之缘，连句话都没说上。哎，不过我认识无极神医那条狗。狗？啊，一条大狗。当年我去求药的时候，花了20个亿呀。门打开，无极神医一个字都没说，就狗把药叼出来，转身就走了。哎，爸，我听家里佣人说，长生也带了一条大狗。那长生从小就在农村生活，应该跟无极神医没什么关系吧？哎，无极神医的狗！陆总居然能站起来了！妈，陆雪琪的病竟然好了！雪琪，你好转了！哎呀，苍天有眼啊！哎呦，爸，你不是不喜欢狗吗？你懂什么？这个狗跟无极神医的狗简直一模一样。这种长相的狗大众脸，哎呀，相似的很多。你不会弄错了吧？不对，无极神医应该就在附近。无极神医啊，我不是无极神医，我是陆雪琪的老公。哦，长生是吧？哎呀，你可真是陆家的福星啊！啊，对了，长生啊，头一回见面，爷爷没有准备什么礼物，你喜欢什么跟爷爷说。爷爷，不用那么麻烦准备礼物，我就喜欢钱。喜欢钱是不是？行，爷爷给你转。妈，那穆长生他刚来就问陆老爷子要钱，谁能想到陆雪琪那个残废竟然能好转？妈，陆雪琪的病要是好了，那我也想试试。哎，这陆雪琪要是没病，哪轮得上咱们穆家？那我出手，那不手到擒来了吗？再说了，那穆长生那个乡巴佬，他能跟我比吗？各位来宾，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拍卖会。今天拍卖会上的一半收益将会通过厉家慈善基金会捐给山区的孩子们，
捐的最多的人可以拥有一个见到无极神医的机会。真的因为今天的拍卖会主题是赌石，所以我们专门请来了国内最大的翡翠矿矿主无极神医的得意弟子白桃女士。现在，让我们有请白桃女士。师姐，师姐，这些都是原石，原石是什么？表皮之下谁也看不出里面到底是翡翠还是石头，所以叫原石。可是我看这些石头里面，好多也没有翡翠。风化皮之下是玉还是石，全看命。赌石就是赌命，赌赢了一夜暴富，赌输了倾家荡产。跟大家开个玩笑，不用太紧张。今天拍卖会收益的一半会用来捐给山区的孩子们，而捐的最多的人，我可以帮忙修书一封给家师，让你有见到无极神医的机会。这就是说，开出翡翠最多的人，才能见到无极神医。哎，爷爷，你们城里面翡翠很贵吗？那当然了，看见没？就我这一小块翡翠，3000万。我开始拍卖吧。200块翡翠原石，无论大小，1块原石起拍价10万元。现在开始拍卖，编号001。11万。穆先生出11万，还有没有人竞拍？没有的话，这第1块就先给穆先生。哎呀，雪琪，只要能帮你早点见到无极神医，我花多少钱都值得。11万，还多少都值得。我陆雪琪怎么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这么廉价了？开始倒计时，3、2。等一下，我出2个亿。2个亿这么多呀！2个亿啊！你说什么？2个亿，这些原石我们都要了。穆长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跟你说什么呢？这些石头加起来2000万，你出2个亿，你哪来的钱？我出2个亿，我老婆有钱，我老婆帮我出。小师弟的老婆？买！恭喜陆总，贺喜陆总，2个亿买下这批原石，真厉害啊！2个亿说买就买，真厉害！也太有钱了吧！等一下，陆总，白桃矿主，我哥哥刚从乡下过来，他根本不懂咱们上流社会的赌石玩法。这2个亿，我看还是别让陆总破费了。毕竟这白桃矿主刚刚也说了，赌石嘛，一刀雄一刀富的，我哥哥他什么都不懂，直接出2个亿，这数额有点太多了。孽障，刚结婚就这么败家，简直丢尽了我们穆家的脸。我没有败家，我买之前就已经全部看过了。2个亿买下这些石头开出来的翡翠，能赚100亿以上。够了，哥，能不能别闹了？你知不知道，你刚刚让陆家输了2个亿？你要是等会儿什么都没开出来，你丢不丢我们穆家的脸？你呢？现在给举办拍卖会的厉家道个歉，说不定呢，看在我跟爸的面子上，能把陆总的钱还回去呢。什么时候我陆家花钱，还需要一个外人来智慧？可这2个亿，钱多爱花，我老公花着高兴，和你有关系吗？雪琪，穆先生，我们好像没有这么熟吧？你们吵完了吗？吵完了，我要开翡翠了。穆先生，我来帮您开石头吧。不必，你又不知道这些石头里面哪些为翡翠，况且你这么点小劲儿，怎么开石头？搞得好像你知道哪块石头能出货一样。我看啊，不过就是装腔作势、哗众取宠。长生，你闹够了没有？你从小在乡下长大，农村来的，你知道什么叫翡翠吗？还在那大言不惭，说知道哪块石头能开出翡翠。我穆元白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穆长生，翡翠里面的学问可多了，你一个乡下来的，根本什么都不懂。陆总看在我们穆家的面子上，给你花2个亿买石头，可你也不能在这厉家的拍卖会上这样大言不惭、胡作非为啊！你们说这些话是想当着大家的面让我下不来台，让我难堪吗？我就是开个玩笑而已，你这么较真干什么？穆长生，你本来就不懂翡翠，更不懂赌石，我们这么说不都是为你好吗？是啊，是啊，长生，我们没这个意思，你也不能总是把人想这么坏啊。没这个意思。那你们为什么说话这么难听？到底是情商太低，还是心眼太坏了？那你就去开翡翠，我看你能开出什么东西！你个不识好人心、狼心狗肺的东西！莫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这些话，我不想再听见第2次。姐，我爸呢，他也是为我哥好。哎，哥，你要是非开这石头，那你开吧。你一会儿要什么都开不出来，丢了陆总的脸，你可得好好给陆总道歉。赌石一说本就在个赌字，人都说10赌9输，开不出来东西才是常态。你又何必对我的丈夫如此苛责？我开得出来。你就是嘴硬。算了，才2个亿而已，打水漂就打水漂了，随便你玩。我不是玩，我是要给你赚钱的，我真能开出来翡翠。行，你开就是了。等结束以后呀，让爷爷带你去陆氏旗下的珠宝店，选一些品相好的翡翠来，什么翡翠白菜呀、翡翠手镯什么的，你都去买回来，见见世面。你的意思是我开不出来翡翠喽？陆雪琪，我要给你打个赌，我今天一定开得出来翡翠。你拿什么赌？拿我的肉体呗，我一穷二白的，除了这年轻有力的肉体还有啥？这种虎狼之词，以后只能在闺房说。哎，行吧，反正呢，我今天一定会开出来翡翠。如果我开出来了，你的身体就要任由我处置；如果我开不出来，我的身体就任由你处置。你快去开石头去！放心，我肯定会开得出来翡翠。你输定了，白日做梦吧你！我开的每一块石头里面都会有翡翠。那你开呀！开啊！好，我现在就开。帝王绿，还真被他开出翡翠来了。这块帝王绿水头充足，颜色深邃，极品呢。确实是这样，这块裸石哪怕不经过任何加工，估价也有1000万左右。孙露，去把那块裸石拿回来，给姑爷做块翡翠手表。是。这怎么可能？运气好罢了，我就不信还再开出一块。玻璃种，玻璃种很值钱吗？值钱啊，当然值钱。穆先生这块晶莹剔透到极致，颜色又饱满鲜亮，乃是翡翠品级中最高的玻璃种，比刚刚的帝王绿还要稀有。是，光这块裸石就值5000万。不过是运气好罢了。那这2块石头加起来能值1个亿吗？有本事你再开出来几块极品矿石，但是根本不可能。赌石，石头有数。我不是赌，是看，因为我看得见。小师弟的天赋太可怕了。主持人，麻烦把剩下的石头全开了。开石头。这是……哎，慢着，慢着！怎么了？剩下的石头
里面没有翡翠。你确定？当然。天生神力，隔空相遇，这男人到底什么来头？刚刚咱俩打赌，我赢了，你的身体要归我的，你可不许反悔。那个，诸位，我老公说他累了，想去休息。那剩下的石头，我要了，我要了。既然穆家要的话，那就1个亿吧。爸，那这些石头都是白矿主带来的极品矿石，那刚才穆长生开出来那么多极品，那剩下的肯定也全都是啊。可这1个亿呀！哎呀，1个亿而已，随便开出来2个，咱不就回本了吗？你犹豫个什么劲儿啊？啊！哎，我要！哎，我也要！爸，老公，陆总，剩下的石头1个亿，我穆家要了。爸，那这些石头开出来的翡翠，你可得奖励我呀！啊，一定！哎，来，开石头！不可能，可能在下一块。来，快开！继续。100块，1块都没开出来。妈，滚！都赖你！你让我整整亏了1个亿，1个亿啊！你还有脸说？还有你，我看你们是真疯了！哎呦，我也是疯了，我竟然相信了你们的鬼话！哎呦，爸！哎呀！师姐，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和陆氏集团的陆雪琪结婚了？你小子刚下山就搞闪婚那一套。哎，师姐疼死我了！哎呀，我已经通知师傅他老人家了，他知道你结婚都没有通知他，气得不行，说要下山来找你呢。哎，他会把我打死的吧？那倒不会，他让我把这个桃李佩交给你，说让你遇见好苗子就把桃李佩给他，收下为徒，保证完成任务。什么？无极神医要收徒了？无极神医也要收徒了？也？你们找到无极神医了吗？白桃矿主刚才说，他已经跟师傅说过了，我们不用去找他，他师傅会来找我的。哇塞，还有上门服务呢，这么好！你别瞎说。没事吧？那我们先回去吧。好。哎，对了，别忘了我们打赌的事情啊！陆长生，你给我等着！鱼来，拿来吧你！小鲲鹏一条，给我徒弟的婚宴增添道红烧鱼。找我小徒弟去喽！喂，乖徒儿。师傅。我到了。师傅说他到了，就在门口。什么？哎，这一大早的，干嘛去啊？这是？奇怪。喂，怪徒，你
快给我开门呐！师傅，你到底在哪儿啊？我就在门口啊。我在陆宅门口，你再找找，我可是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小翅鱼。师傅，你是不是又走错地方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就在大门口啊，门口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黄色的建筑，上面写着陆宅，你是不是又走错了呀？都怪你师姐没说清楚，原来此路非彼路啊！乖徒，你等着，我马上就过来。记得我的烤鱼。雪琪，雪琪，怎么了？你不对劲啊，是不是想你闪婚老公啦？哎呀，胡说！来给我讲讲，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我就喜欢钱，视金钱如粪土。我出2个亿，我老婆有钱，我老婆帮我出。勤俭持家，你那只狗，它不许上床。他说他做不到。善解狗意。停，前面就算了，善解狗意什么意思啊？字面意思。狗，我懂了。龙总，你私下和姑爷玩得挺花呀。玩什么？就狗啊、主人啊、小屁屁啊什么的，你自己想。我大为震撼，雪琪，节制啊！你们2个出去。哇，这也太丰盛了吧！丰盛吧？啊，以后爷爷天天让人给你做。吃。长生啊，昨天晚上雪琪你俩有没有那个呀？昨晚咱们白天打的赌，我要是赢了，你的身体就任我为所欲为。现在？这么着急？你让我准备一下。这有什么好准备的？我第一次嘛，慎重一点。我准备好了。你在吃什么？啊！我做的小玩意儿。你这么年轻就吃药啊？对了，你也得吃。我不吃。不行，必须得吃。陆长生，你这药丸味道怎么怪怪的？原来做女人是这种感觉啊！老婆，穆长生，你对我做什么？新转身药丸呗！你们城里人真没见识，这个新转身药丸吃1颗可以互换身体半小时。老婆，你这个腿还没有完全好，你送我去浴室帮我洗澡呗。绝无此种可能。老婆。舒服，偶尔当半个小时女人的感觉真不错。老婆，你感觉怎么样啊？不怎么样，感觉裤裆坠得慌。老婆，帮我拿个浴巾呗。
老婆，你再帮我拿个浴帽。老婆，我突然感觉我想尿尿哎。我警告你，你不许用我的身体尿尿。老婆，你能帮我拿个尺子？要软尺。你要是想问三围，我可以直接告诉你。那多不好意思啊，其实我……我警告你，如果你要是再得寸进尺的话，我就把你捏爆。爷爷呀，昨天晚上我太困了，洗完澡就睡觉了。没事儿，没事儿，吃吧，赶快吃，省得一会儿凉了。程程，我听说一会儿你要去雪琪公司。啊，对，我还要去给他扎针呢，我现在就过去啊。吃完了以后，爷爷送你去，吃吧，啊。你好，找你们老板。有预约吗？我是她老公。我们陆总单身，还老公？你是他爷爷都不行。巧了，我就是他爷爷。糊弄谁呢？没预约就见不了。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是规矩，规矩懂吗？你们两个再不走，我就叫保安了啊！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还带条傻狗。陆氏集团是你们想……这回可以见了吧？可以，你请。长生，走。您可以，他和狗不可以。又是为什么呀？这钱只够一个人的。原来来你们陆氏集团见我自己的老婆还要花钱，早知道我在家里面吃。切！哎，老婆，哎，老婆，你给我点钱呗。你要多少？哎，那个，我不要转账，我要现金。你要现金做什么？不是我要，是他要。怎么回事？谁知道你们陆氏集团要见自己的女人还要花钱？以后我还是在家给你扎针吧，在公司见你需要花钱，哪里有见女人还需要花钱的地方？会所，会所是什么地方？哎，也就是说，会所跟陆氏集团一样，见女人都要花钱。孙路，处理一下。你跟我去办公室。哎，程生，我在外面等你啊。琪琪，爷爷亲手给你和长生做的十全大补汤，记住，一定要喝完。陆总不是单身吗？这是她老公。把裙子脱了。怎么，脱裙子还要我帮你啊？你不关门，我怎么脱呀？哦，小白，关门。要不我今天就不脱了，你直接来吧。直接呢？这么刺激啊？在家更刺激。行吧。走两步试试。我可以，不用拐杖了。能，
但现在不用拐杖的话，只能短时间的站立，走2步而已。想要行动自如，需要7天之后才行。来，慢点啊！1步，2步。哎呦！你干什么呀？我跟你说了，让你走2步，非要走3步。对不起啊，情不自禁，我不是故意的。干嘛呢？哎，不，穆长生，你在干什么呢你？你干什么呀？不知廉耻！我是她老公，她是我老婆，我们是合法夫妻，怎么就不知廉耻了？再说了，你没看到刚刚是她主动压的我吗？你来干什么？陆总，是我爸让我过来的。那我不是学医的吗？我听说你腿不太舒服，我就想能不能看看帮上什么忙。多谢，不必了。孙洛，招待一下客人。爷爷刚才送了鸡汤过来，我们去对面的休息室喝吧。哎，真麻烦，就在这儿呗。这里有外人在，我不自在。行吧。穆先生，您看你是……你先走吧，我要在这等雪琪呢。好的。谁的东西？看着还挺值钱啊！哎。哎呀，你们这城里面啊，光秃秃的，还不如我们山里面好玩。心跳加快，杂念横生，我这怎么了？难不成是心魔？长生，我们修炼之人，一旦产生心魔，一定要及时将其斩杀。斩杀陆雪琪。陆雪琪，你快给我100万，快很急！你又要钱干嘛？什么我要钱呢？这100万是你的买命钱。完了！你又怎么了？不行，我怎么心跳得更快了？怎么办？世界在哪儿？找到了！不行，我得出去一趟。穆长生，孙洛，陆总，你别管我，你快看楼下啊！你快去看楼下。陆总，楼下什么也没有。刚刚穆长生跳下去了。陆总，您开什么玩笑？楼下好好的，什么也没有啊！真的？姑爷神通广大，连卡车都能单手挡住，你就别担心他了。来。我怎么这么热？陆总，你怎么了？我没事，我可能是刚才吓到了。你先去忙吧。哎。
哎，这个，还有这个，都给我打包起来啊！老板，我要出2手，你看这个值多少钱？你怎么拿着我小师弟的桃李配？白矿主，怎么是您呢？我还想着谁在这儿呢，怎么是你啊？我问你，你为什么拿着我小师弟的桃李配？您师弟谁啊？你拿着我小师弟收徒用的桃李配，却反问我师弟是谁？我随手捡到的玉佩，竟然是无极神医徒弟的。这么说的话，我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白桃矿主的师侄啊！白桃师傅，哎，行，别套近乎了。哎呀，怎么会套近乎呢？我师傅是你师弟，你当然是我师叔了。小师弟竟然选他做了徒弟，怎么可能？难道他在骗我？可桃李配……那师叔，我先走了，您慢慢逛啊。哎，师姐，出大事了！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师姐，怎么了？结婚了，怎么还跟孩子一样呢？啊！师姐，我走火入魔了，我有心魔了，我要死了。我死之后，你要替我好好孝敬师傅他老人家。哎呀，这什么情况啊？哎，你别着急，你慢慢跟我说啊。我跟你说，事情是这个样子的。那天晚上，我就跟陆雪琪我们2个人在一起，然后我突然间就心砰砰砰的跳，然后我就……师弟呀，你这不是走火入魔啦，你这是心动了。哎呀，傻狍子，我的傻师弟呀！师弟呀，你这不是走火入魔啦，你这是心动了。哎呀，我操！不要命了！心动，那不就是心魔吗？这俩有什么区别？我既然心动了，心魔了，不活了，完蛋了！陆雪琪，你这是怎么了？你醒醒！大胆心魔！静心咒，斩心魔！心如冰清，天塌不惊，万变由定，神怡气静。妈，有好事儿，有大事儿，有大好事儿！你把陆雪琪搞到手了？那不是，妈，我成无极神医弟子的弟子了。你们看，我师傅给我的。你师傅无极神医的弟子是谁啊？不知道。那你，这玉佩是我捡着的啊！但你们猜怎么着？白头白矿主看见这玉佩，直接把我当他师侄了，还说什么他小师弟最近收徒弟呢。这玉佩就是收徒的信物。连白桃矿主都能认错，那岂不是说，只要你师傅不露面，就没人会知道你是假徒弟啊？哎呀，乖儿子，既然你现在有了这层关系，那咱们就得好好利用一下。爸，
你放心吧，我呢明天就准备去一趟陆家，我倒要看看我现在是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那陆家老爷子还对我怎么嚣张啊？你小子！哎呦我操！你们这是……我眼花了。他是怎么了？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中毒了。有什么事吧？他没事儿，我有事儿。陆爷爷，我以后真得和陆雪琪分开睡了。为什么呀？女人只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没用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抱上孙子孙女啊？雪琪啊，爷爷问你个事儿。什么？长生会飞？这孩子，陆雪琪，从今天开始，我们分房睡。你是只有在要钱的时候才会叫我老婆吗？当然，这是我的原则。原则。行，我要睡觉了，请有原则的穆长生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哎，不行，我要睡这间房，你找别的房间睡去吧。我是听错了吗？我认床，我要睡这张床，不然我根本睡不着觉。你自己想办法去吧。我不换。小白，关灯。睡床上和陆雪琪离得很近，会疯狂滋生心魔；不睡床上，认床睡不着。有了，哼！他把白布盖我脸上干什么？他们山上的规矩，还是想暗算我？每次看到他的脸，就心魔自虐，难以平静。这下总算解决了。哼！哎，小白，关灯。哎呀，苦死本少爷了！哎，陆老爷子，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了，你就拿这种咖啡糊弄我，我要进口了。我操！走。木川，不管你是谁的徒孙，都不是你大早上来陆家耍威风的理由。那你的病还想不想让我师祖无极神医治了？你威胁我？治，肯定得请无极神医治，只是他老人家行踪不定啊。这回应该没错了吧？乖徒，为师来了。陆老爷子，实不相瞒呐，之前呢我确实看不上陆雪琪，毕竟她双腿残疾，而且活不过1年，谁都不想守活寡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我呢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只要我张口，无极神医肯定会救陆总。届时陆总再以整个陆氏集团作为聘礼嫁给我，也勉强配得上我无极神医徒孙的身份吧。木川，
我已经结婚了。你确定要拿那个乡下的土包子来跟我比啊？穆先生，只要你能引荐无极神医给我们认识，我们陆家旗下的产业随便挑。来子，想见无极神医可以，我就一个条件，让穆长生滚蛋。哎，这不是我的玉佩吗？怎么在你这儿？我身为无极神医的徒孙，我怎么可能拿你穆长生的东西啊？这玉佩是我师父亲手，这玉佩是穆长生掉在陆雪琪办公室的，穆长生才是无极神医的徒弟。穆川，你这是什么表情啊？哎，那个，我饿。等会儿开饭。你跟无极神医，我就奇了怪了，这个无极神医他到底是谁？我说了很多次了，我不认识。穆长生明明是无极神医的徒弟，可他自己却不知道这个事儿，那倒不如便宜了我。穆长生，我劝你啊，我劝你以后提到无极神医，态度给我放恭敬点。凭什么？就凭无极神医是我师父的师傅。哦，照你这么说，那个无极神医也不咋地。谁在说我坏话？陆家花园也太大了吧！哎，别走。你们家姑爷在哪儿？这边请。既然你师傅的师傅是无极神医，那你能不能让无极神医给陆雪琪治病？当然可以了，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啊，这个是要有条件的。什么条件？简单，让陆家以整个陆氏集团作为嫁妆嫁给我，再让你这个乡巴佬滚蛋，我就让无极神医治好陆雪琪。我要是不同意，那就让陆家等着收尸喽。据我了解，这陆老爷子三顾茅庐，只见了无极神医一面吧，而且连话都没说上呢。穆川，你说话别太难听。谁欺负我徒弟？师傅，无极神医？不对呀，不是无极神医，无极神医他……无极神医，仙风道骨，清冷防弱，仙子下凡。可孙女婿的师傅，跟个社会人似的，顶多跟无极神医长得有点像而已。师傅，乖徒，为师来喽。这一条清蒸，一条红烧，再做2个鱼头汤，哈哈，完美。小陆来。2条鱼而已，小家子气。这位是？我就是长生的师傅。你真穷酸样！这怎么穷酸了？我这可是为了入乡随俗专门搭配的。哼，穷酸，跟穆长生一样穷酸。穆川，你别太过分，我告诉你。你还年轻，骂得不够狠，换我来。臭女人，你知道无极神医吗？我师祖。我还以为你有多风光多了不起，原来上赶着给人家做男小三儿。你倒贴的被人嫌。你看看你这副德行，脸上多痣，胸无大志，头尖额窄，一生伤怀，鼻孔外露，断尽财路，鲶鱼嘴，乌鸦鼻，嘴尖心硬，福又薄。我看你这辈子注定霉运勾留，鱼目混珠，不读野书，祸及九族，抱头痛哭。你给我等着！我让我师祖无极神医整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就徒孙了？我怎么不知道？师傅，坐。
这就是你找的闪婚老婆啊？师傅，我不同意这门婚事，你们离婚，赶紧的！哎，完蛋，冲我来的，我的财神婆呀！师傅，你是真不懂事儿啊！为何？师傅，您是对我哪里不满意吗？是。你说出来，我们一定改。第一，他的腿不行。3天，给我3天，我肯定给他治好。第二，他的命太短。哎呀，这个只是缺药材而已，有了药材，我也能给他治好。真的？比真金还真。这病不难治，就是药材不好找。其实我一直纳闷，你们为什么非要找无极神医？那个无极神医就会装神秘，压根不救人。我要是碰见他，我非得给他一拳。第三，你们这种刚见面就领证、没有感情基础的闪婚，是不稳定、不靠谱的。稳定，特别稳定。你这傻小子，你别以为为师不知道，你就是财迷，你不就是看他有钱不舍得离婚吗？哎呦，我说师傅呀，他有钱有什么不好的？他可是个富婆。如果他是个穷婆的话，我问你，我拿什么给你养老？我拿什么去养山上的师弟和师妹啊？哎，老婆，你会破产吗？不会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永远都不会破产吗？永远不会。对吗？你看，我喜欢钱，我缺钱，他的钱可以给师傅您养老啊，还可以养我的师弟师妹们。他有才，我有貌，这难道不是女才郎貌吗？天造地设呀，简直！这世界上难道还有比我们2个更稳定的婚姻吗？没有。对呀，人家都说了，要固若金汤，这没有金子，怎么稳固？怎么稳固？不愧是我选中的孙女婿，真有文化。固若金汤，哪有你这么乱用成语？真是小喜鹊尾巴长，有了媳妇儿忘了师傅。哼，有钱是吧？给我50，看看诚意。51？那倒也没那么。支付宝到账51元。刚刚呢，我重新想了一下哈，你们这段婚姻那可真是千锤百炼，前程似锦。是啊是啊。我看这天也不早了啊，赶紧跟小鹿早点回房间，生个胖娃娃啊！不是，走啊，师傅！哎，师傅你，哎，快忙正事儿啊！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真的呀，比真金还真。只要你不破产，我就好好的做你的老公，好好的花你的钱。哎，想想都觉得美的慌。我说的是治腿和治病的事儿。哎，这个也是真的。所以我的腿真的能治好？当然了，只不过这普通的治疗需要1个月的时间。如果你能吃得了苦的话，3天，最多3天，我保证你健不如飞。3天？哎，我要看你腿来。小白上阵。好哥，来。所以我活不过1年的病也。哦，这个呀，只不过是缺药材，回头我让我师傅去找找啊。
这针是什么？不是你说想快点好吗？那我只能把这个金针从你的头顶扎到你的百会穴里面啊！嘿。你就放心吧。跟你说，长生这小子，大功告成。哎，雪琪，你快把这个我刚炼的这小丹药给吃了。你管这个叫小丹药？当然了，这可是我。长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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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洛，快叫医生！好，长生，长生，没事没事，就是累的，睡着了。小白，过来，来。你腿好了？作为报答呢，你想要什么？嘿，坐。我能不能去那个叫会所的地方啊？就是那种见女人需要花钱还可以喝酒的地方。你要去那种地方做什么？我师傅说山下的女人都是老虎，会所肯定好多老虎吧？我在山上只打过单只的大老虎，还没群殴过老虎呢。我觉得很有必要进一下老虎窝。你师傅还跟你说什么了？师傅跟我说，大胸翘臀是女人最好的嫁妆。你的住手！哎呀，我那会所还可以去吗？不可以。那我要100亿作为报酬。这么少？哇！师弟啊，恭喜你轻松赚得100亿！师姐今天带你去见个世面。真的？穆长生啊，穆长生，这次你可算栽在我手里了。爸妈，我告诉你们，穆长生他出轨了。你说什么？穆长生耐不住寂寞，给陆雪琪戴绿帽子了。那岂不是说咱们阿春还有机会？妈呀，不是，这外面现在谁不知道我穆川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呢？那多少富婆想约我，我都吊着他们呢。陆雪琪明明高喊我，好不好？哼，什么叫我还有机会？对对对，儿子，这陆雪琪被穆长生戴绿帽可不是小事啊！你有证据吗？当然有了，我朋友他亲眼看见穆长生跟一个双腿健全的美女去会所了。双腿健全，那肯定不是陆雪琪啊！我现在就告诉陆雪琪。我要发个朋友圈，让所有人都知道穆长生他什么样的。哎呀，穆长生他这次完蛋了。哇！哎，主人好。主人，
想要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哦。真的？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的钱都给我呀？这个不行。哎呀，让师姐给你做个示范啊。来呀，可以，再给你晚上。主人。这京海啊，真是大城市。师姐啊，来这花这么多钱，就是为了吃个葡萄啊？这不是葡萄，这是美女味的葡萄。来，师弟，快来。你们啊，把我师弟伺候好了。陆总，无极神医那边还是没有消息，京城都在传无极神医会将他的衣钵传给他的徒孙木川。木川，姑爷不是说只要有药材就能治您的病吗？您的腿就是姑爷治好的。依我看，那些专家说什么活不过1年，只有无极神医能治，都是瞎说。无极神医还是要找的，有时间的话去木川那边打探一下，顺便问一下穆长生，他都需要些什么药材。好的，陆总。哎呀，琪琪啊，你怎么还在家待着呢？怎么了，爷爷？长生花钱出去找别的女人了，你还在这干坐着，怎么一点不急？陆川的朋友圈你看看。实在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但是关于我哥哥穆长生出轨陆总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求求你们别再问我了，我也是听别人讲，说是穆长生嫌弃陆总双腿残疾，耐不住寂寞，和一个双腿健全的野女人去了会所找乐子，其余的我一概不知。他毕竟是我哥哥，我还顾着他的颜面，不好多说什么。穆长生，孙露，你跟我出去。哎，你先别急啊，那万一长生是心理认知障碍，觉得自己是女人呢？那他也不算出轨呀，那只是找小姐妹去贴贴啦。你别给他找补了。哎，呦呀！你干什么？哎，爸，这次穆长生他彻底完蛋了。你看，我刚发完这朋友圈，哎，陆小琪就带着孙露怒气冲冲去会所了。不愧是我儿子，一看就是陆家姑爷的料。主人好，欢迎光临。这个穆长生真是太过分了！我们才结婚几天啊，他就花我的钱找别的女人，你说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陆总，到了。主人，求放过。主人，求放过。陆总，说不定只是误会呢。穆长生，穆长生，救命啊！救我！这活实在是干不了了。是啊，真的干不下去了。你这什么情况啊？回来！哎，嘘，还没有把暑假作业交上来的同学们要抓紧啊！我们的暑假呢，只能接100单，现在目前只能接初中的，高中的也能接。不过我们现在只有1个人，所以接的会比较少一些。大家快点报名啊！老婆，你来找我干什么？你来会所，就为了干这个？嫩模，100一位，代写暑假作业，300块钱一个，我中间商净赚200块。怎么了？姑爷，你今天赚了多少？我这就50多个嫩模，然后再加上我交那些暑假作业，也就2万多块钱吧。不过
现在才刚开始嘛，我觉得也还可以。哎，你要不要加入啊？我们一起。好啊好啊，那我加。那刚才和你在一起的女人是谁啊？女人啊，那是我师姐呀。我师姐跑得快，写完的作业我让师姐负责，跑腿送货到家。姑爷，你现在也是收入2万的男人了。那当然。老天爷，就2万块，你至于吗？你是挣到钱了，但是你知不知道，外面都在传我陆雪琪被戴绿帽子了？啥？谣言中双腿健全的女人是我，请大家不要轻易相信谣言，更不要以谣传谣，否则陆氏集团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操！哎，你小点声！不是吧？那陆雪琪的腿那么快就治好了？早到这样，我就不让穆长生替我入赘陆家了。我也想当禅门女婿。你个没用的东西！哎呀，没想到啊，这陆雪琪竟然为了穆长生亲自发朋友圈澄清，看来他们2个婚后关系还不错。怎么可能啊？穆长生那土包子配？我看这些都是陆雪琪想维护自己的颜面。没错，咱们家阿川现在对外的身份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和穆长生怎么配？这样，阿川，找个时间，就明天或者后天，你就跟陆雪琪说，无极神医想见他，把他单独约出来，一准把他弄到手啊！好。喂，你是？雪琪，那个你先别挂，你怎么把微信删了？我就只好打电话给你了。你有事吗？有啊，那个我师祖无极神医想见你，我师姐白头矿主她也在。早上10点，京海大酒店大厅，你要来吗？可以。好。我去见木川，他该不会生气吧？我在想什么呢？他心里又没我，只有钱。老天爷啊，这世界上为什么能有这么财迷的男人呀？他真的喜欢女人吗？我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很快就回来。你不用告诉姑爷了，让他好好睡一觉。好的，小姐。陆雪琪这是干嘛呀？该不会背着我偷偷给别的男人钱吧？我操，这可不行！累死我了！不行，我得看他去干什么。雪琪，来，雪琪，师姐，这个木川又在搞什么鬼？雪琪，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我师叔无极神医的徒弟白桃矿主。无极神医没有来，我师祖他日理万机的，也不一定有时间。对，不过我去求他老人家一下，他肯定会来的。你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吗？这不是前2天我听说我哥哥背着你去会所了吗？我就误会了，所以想着今天专门过来给你道个歉。你要是继续这么废话下去，我想我现在就可以走了。白桃矿主，我就不打扰你们了。木川，你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是这样的，师叔，我那个哥哥嫉妒心重，您知道的。现在我是您的师侄，就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嘛。
他知道师傅收我为徒之后，就一直对我很不满。你哥哥不是穆长生吗？我哥哥确实是穆长生，您知道啊？怎么回事？他不是长生师弟的徒弟吗？难不成那桃李佩是他偷来的？这个木川不对劲。雪琪，雪琪，你好好想一下，你跟我在一起之后，我师父跟师祖都会治好你的病的。他这是吃醋了。穆先生，你有什么话，不妨直说。是这样的，我也是学医的嘛，我师父也教过我几招，这治病嘛，我肯定是要住到你家里去的。可以。我身为无极神医的徒孙呢，你们陆家要对我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包括你。可以。等等，木川，你师父姓甚名谁？他看中你什么才能？他为什么要收你为徒？你好好跟我说说。师叔，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呀？雪琪，那什么，我觉得我今天就搬到你家去住啊。啊？我先回家跟我家里人说。不用，雪琪。木川，把你手拿开，不然的话，我真的要生气了。哎，木川，你的好师傅，我的好师弟来喽。白桃矿主，您和长生。陆川。你和无极神医，我说了多少次了？什么无极神医不无极神医的，我根本就不认识。穆长生，我劝你以后说到无极神医，态度放尊重点。我尊重你个大头鬼！我告诉你，你的手，我再敢碰它一下，下场就会和这个桌子一样。哼！这怎么突然脾气这么臭啊？我觉得挺好的呀，是你对他太严苛了。我太严苛？别太离谱啦，死恋爱脑！师叔，木川，你再跟我好好说说你师傅的事儿，我咋瞅着你不对劲呢？气死了！我还没有牵过手，他倒是先拉着手。让开！长生，我说你烦我！你怎么这么生气啊？我不能生气吗？我告诉你，我师姐跟我说了，男人不在就是烂白菜，女人不在没有男人爱。你师姐？师姐？穆长生和白桃矿主什么关系？他的师姐难道就是白桃矿主？既然如此，他为什么会说不认识无极神医？你看着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没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的生气，我要离婚。什么？你要走？还要离婚？对，陆雪琪不守妻德，我要回山上。咱们说好了啊，明天上午咱俩就去离婚，下午我就回山上了。我没有不守妻德。孙女婿，你不要着急，慢慢说。要是雪琪真对不起你，我把她轰出去。师姐说我对陆雪琪心动不是心魔，可以我看心动比心魔更影响修行，不如趁此机会和陆雪琪离婚。我懒得说，你们自己问他吧。明天上午8点，民政局离婚。上午离完婚我就要回山上，师傅，你跟不跟我一起走？回去也行，反正我也……
为师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我就先不回去了。怎么回事？师傅，长生说还缺治病的药材，具体是缺哪些啊？我让孙禄去准备。百年春蚕，千年龟，万年鸡头，用8月雪做药引。这春蚕难以越冬，何来百年？千年龟、万年鸡头更是闻所未闻。还有这药引，8月雪。8月下雪，痴心妄想呢！郑长生不能走啊！他这一走，咱陆家就真绝后了。醒啦，陆爷爷，你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哎，你不是说你跟雪琪的感情固若金汤，没有金子哪来的金汤啊？这爷爷不就把金子给你送来了吗？啊，还走吧。走。KO。陆雪琪，我告诉你，这回长生要是走了，你也别想在这家待着。爷爷，我自有分寸。你呀，陆总，药材的事儿有消息了。我们的人打探到，无极神医于20年前在江南设坛施法，让江南于8月盛夏赫赫炎炎，流金硕时之时，大雪3日。有木川的关系在那儿，无极神医恐怕……小医仙有消息了吗？听说小医仙正在收徒，无极神医名下现在在收徒的应该也只有小医仙，所以木川的那位神秘师傅有可能就是小医仙。大小姐，要不你再去哄哄姑爷，看他有没有其他办法。陆雪琪，再见了。虽然你对我很好，但心动如心魔，你会影响我修炼的速度。我是个事业心很重的男人，修炼要紧，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离婚了。挡着我路了，我要回山上，别耽误时间。哎，你们说雪琪能把孙女婿哄好吗？难，昨天那堆金子都没留住。哎，这个不争气的，不知道做了什么，让我女婿这么生气。木川就是摸了一下我的袖子，我真不是故意的。还摸了？哎呀，谁摸了呀？老夫掐指一算，是陆雪琪被别的男人摸了。你别挡路，我要回山上了。你挡着我了，麻烦你让一下。来人呐！哎呦，雪琪，他怎么了？雪琪，你怎么又发病了呀，雪琪？雪琪啊，你就是太重感情了。爷爷知道你喜欢长生，可长生这一走，你这病活不过1年呐。连孤独终老都是奢望啊！爷爷，雪琪这病等我找齐了药材就能给她治好的啊。
哟，哥哥现在口气挺大的呀。哼，就凭你也想治好陆雪琪啊？你是无极神医的弟子，还是无极神医本人呢？啊？你怎么来了？陆老爷子，是这样的，我呢听说这陆总病了，就代表我师祖无极神医过来看看他。我劝你们都对我客气点啊，这样我师祖心情好一点，说不定会治好陆雪琪呢。木川，你上次拿的那个玉佩是我的，你赶紧把它给我。难不成穆长生知道他才是无极神医的弟子了？这什么玉佩啊？我不知道。我还有急事，我先走了啊。慢着，什么玉佩？这个木川不对劲。雪琪，你醒了？那什么，你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啊。整个京海都知道我已经拜入无极神医门下了。你怎么就那么确定无极神医是你师祖啊？穆长生不知道自己是无极神医的弟子，天助我也！后天，穆家在我们穆家庄园举办我的拜师宴。拜师宴？穆长生，别怪我没提醒你啊！这拜师宴过后，你我可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了。为啥呀？穿蛋啊！你是？哎，那个雪琪，我劝你啊，以我未婚妻的身份参加我的拜师宴，这样我师祖可能愿意治你的病吧。以你未婚妻的身份参加？木川，我已经和穆长生结婚了。久的，你们离婚呗？我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还比不上这个乡下的土包子呀！什么无极神医的徒孙？师傅，你说什么呢？你说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没错，现在整个京海不都知道我木川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吗？你说你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我刚刚在门口还听到你要弄什么拜师宴。对啊。实不相瞒，我就是无极神医的朋友。后天的拜师宴，我和你师祖无极神医都会到场。真的假的？我师祖会来啊。那好了，只要有无极神医亲自点头认证我的身份，京海的上流社会全都要仰仗我木川的鼻息生存。现在整个京海都被这个木川骗了，竟然仗着我无极神医的名号胡作非为，不如就趁着拜师宴，当着全京海的面揭穿他。那什么，我现在就去准备拜师宴。穆长生，后天拜师宴你不能去啊？凭什么呀？就凭是我的拜师宴，你没被邀请。当然了，那这陆总可以去，以我未婚妻的身份啊。师傅，哎，不就是一个拜师宴吗？尽管去。哎，好。师傅，你真的认识无极神医啊？认识，我能不认识我自己吗？乖徒，等到后天的拜师宴上见到无极神医，你老婆的病啊就好了。啊！太好了，太好了！不过师傅，其实他这个病我也能治，只是缺些药材罢了。这千年龟和万年鸡头我倒是能搞来，就是这百年春蚕不好找。至于八月雪，我是说让无极神医做个法，就有八月雪了。哦，还得请无极神医来啊！啊！小白，小白。喂，哎，陆总，那个话多钱密、珠光宝气不怀好意的电工又来公司了。谁？
木川呀，你说还能是谁啊？他还说是您的未婚夫呢。你和姑爷离啦？离什么呀？你等着，我马上去公司。你，把这瓜子儿片也剪了。那一会儿卢总回来了，看见不好啊！知道看到不好，你还乱扔。垃圾桶就在旁边，就非要扔地上。哎，我说什么呢？我说拖地，聋了是吧？穆先生，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再说这拖地也不归我们管啊。我说多少次了，叫我姑爷，别叫我穆先生。妈的，还敢跟我犟嘴是吧？我改变主意了，跪下来见。穆氏居然给你们一年开不少工资吧？这工作还强不强硬？自己决定啊！我说了，跪下去！哎，干啥呀？无极神医怎么会收这样的人做徒孙？哼，还不跪？我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那无极神医什么样的存在？全金海的人都要跪舔呐！如此嚣张！姑爷，这是什么？说实话药丸，只需1颗，半个小时之内必须得说实话。录下来。哦，走！什么玩意儿？说实话药丸。穆长生，你还敢出现在老子面前？我怎么不敢出现在你面前？你每天在外面嚷嚷着要当我老婆小三，你敢出现在我面前？为什么不敢？无极神医可是我师祖，我可是……穆长生，你刚刚给我吃的是什么东西？都说了，说实话药丸。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只能是实话。这个穆长生，这在山上竟学了些歪门邪道。趁现在，赶紧问他，到底是不是无极神医的徒孙？所以，你到底是不是？穆长生，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真是求告你了！小点声，下次。我怕我给我自己的秘密说，我怎么控制不住自己的嘴？还有，现在立刻跟陆总的员工道歉。不可能！我凭什么给他们这种身份的人道歉啊？陆总，你不能这么对我啊！我妈好不容易小三上位，抢走了穆长生跟你的婚约，咱们两个应该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我才应该是陆家的姑爷，那穆长生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他应该死了算了。我怎么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好过分！妈呀，这也是说实话药丸的功效。恐怖如斯啊！这人也太无耻了吧！陆千千，等半试验过后，你会后悔你今天的选择。哎，陆总，怎么了？走。哎，估计是发病了，快把那个人参丸给他喂一下。来，怎么不管用啊？不应该啊，之前都是很快就见效了。哎，错了，是另外一个。你干什么？你刚刚吃了说实话药丸，小妹妹，嘿嘿嘿。我吃了说实话药丸。穆川刚刚吃的那种。Of course。孙路，哎，孙路，我跟你们陆总还有点事儿，你先出去一下啊。好的，姑爷。孙路，你想干什么？
你吃了，说实话要玩，按道理我是可以对你为所欲为。我说什么，你都要如实回答。你等下温柔点哦，我的病还没有好。你的银行卡密码多少？你就问这个啊？爸，妈，你们不知道，今天我去陆氏集团找陆雪琪，穆长生他当着全公司的面就是我捉的我。这个小野种，真是越来越不把我们穆家放在眼里了。我们家阿川现在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那个穆长生他算什么东西啊？无极神医这件事，说到底他始终是假的。现在京海市那些老东西，无非也就是看着咱们家阿川是无极神医徒孙的份上，才愿意拉咱们穆家一把。如果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说谎，那咱们穆家可就全完了。爸，那怎么办啊？那就趁着拜师宴，把这个假消息彻底坐实。又一次陆爷爷的鸡汤洗礼后，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你神经病啊！这种问题都要问，还问几遍？可以。你快点。心母，老婆，老婆，吓死我了！老白隐隐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呢。哎呀！哦，陆雪琪这么虚，撞一下就头晕了，该不会真是阳痿女吧？只是撞了一下而已，怎么还没醒啊？我被师傅拿石头床爆锤到晕过去，这个时候都会醒了。陆雪琪她是不是不行啊？是不是真的阳痿女啊？据说正常男人早上的时候会站起来，那女人也会吗？要不我研究研究。穿着睡裤睡觉，什么也看不见，不如摸摸看。你摸什么？你摸什么？我就是想看你是不是那个阳痿女。你是白痴吗？女人都没有那个的，怎么可能阳痿啊？你说不准嘛。不行就不行吧，阳痿女竟然还嘴硬。孙女士，孙女士，陆爷爷叫我先过去一下啊。孙女婿啊，你们两个准备啥时候要孩子啊？肯定不是现在啊。年轻人我懂，爷爷都给你安排好了。100万，产前放松，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不是爷爷，他一个男人要什么产前放松啊？该放松的是我吧？200万，买车，遛娃的时候开。开车太累了。
2000万学区房，不用开车。学区房？黑卡无限刷，想买啥买啥。爷爷，不是钱的问题。你看我干什么？是不是雪琪欺负你了？你告诉爷爷，爷爷替你做主。哎，爷爷，我偷偷跟你讲，雪琪她是杨伟女。啊！杨伟女，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呀。没事啊，爷爷替你想办法。这女人阳痿应该和男人阳痿是一样的吧？阿云，老爷，以后咱们家这个食谱上加点东西。早餐是油煸炖鸡肾配枸杞羊肉粥，中午和晚上呢，肉和海鲜都安排，像什么猪腰子、羊腰子、海参、海蛎子全都安排上。哦，对了，再加上那个韭菜炒腰花、韭菜炒生蚝、红烧鸡腰子，最后再来一碗十全大补汤。啊？雪琪她阳，雪琪身子弱，补补。穆长生跟爷爷造谣我什么了？爷爷那眼神怎么怪怪的？爷爷，我先去公司了。哎，爷爷我也吃饱。孩子的事儿，雪琪的意思是等她身体好了之后再说。就怕她这病治不好。不会的，我师傅他已经出去找药材了，而且明天就是木川的拜师宴。我师傅也说了，到时候无极神医会去，到时候让我师傅请无极神医给雪琪看病啊。现在只能这样了，但是爷爷这心里怕呀。不知道师傅拿到药材没有？小小九头女来，玄武龟来。任务完成，找我宝贝徒弟去喽。我知道了。木川放话了，金海市谁再跟我们陆氏集团合作，就是和他师祖无极神医过不去。我操，这木川这么嚣张，我去找他去。我去找他。他该不会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针对你吧？不关你的事。木川现在空有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号，以为自己能独步金海，却不知道商场不是儿戏，也不是小孩子打架，比谁的拳头硬。听不懂。木川现在顶着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号，金海的企业自然敬他3分，也怕他3分，都不和我们陆家合作。但也就这几日了。为什么？因为很快他们就会知道，木川空有无极神医徒孙的名头，却什么都给不了他们。妈，怎么样？帅不帅？帅气帅气，我儿子就是帅气，比穆长生那个野种强多了。等明天拜师宴，闪瞎他们的狗眼。爸，这是哪个小员工又惹你了？还不是因为你！办个拜师宴要花老子多少钱？在拍卖会上买那些破石头，花了老子整整1个亿呀！可结果呢？公司能用的现金早就被你败光了。爸，我上次那是被穆长生给整了，这次不一样啊！等明天拜师宴一过，我坐实无极神医徒孙这个名号，那金海其他企业不都争着跟咱们家合作吗？是啊，说不定到时候那个陆雪琪还要抢着嫁给咱们家阿川呢。别让我失望。哎，赚钱好难啊。陆爷爷，咱们出去赚钱吧。嗯。
出去赚钱吧。你爷爷我已经73年没上过班了啊！爷爷，你不是才73岁吗？都怪我，要不是我针对那个木川，他们也不会针对我。我刚才可听那个孙路说，城西那块值100多个亿呢，这要是都赔光了，我的裤子！我决定了，我要努力赚钱。随你。我孙女婿真厉害，爷爷跟你一块儿去。可是咱怎么赚钱呢？赚钱方案1：算卦占卜，看相摸骨。你俩谁怀孕了？我媳妇儿，算算肚子里面是男孩女孩？啊，男娃。哎呀，你这算得准吗？你老婆姓宋，今年32岁，你们一共生了7个孩子，6个都是女娃，这得想要男娃对吧？对，你说的都对。付钱吧，王先生。哎呀，我不姓王啊，孩子爹姓王啊。孩子爹姓王跟我有什么关？啥？孩子爹姓王，你个老娘们儿！我就知道你和隔壁老王你俩不清不楚的。爷爷，赚钱方案2：风水堪舆，吉利振兴。开摊了，第1次免费啊！他不喜欢你，你不是小奶狗，你是小舔狗，他是真的不喜欢你。不准！大师，他还会回来吗？他真不喜欢你，你俩没戏。城里的恋爱脑也太多了，这钱呢，赚不了一点。钱难挣，事难吃啊！方案3：胸口碎大石。来，各位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个七旬老头抡大锤，花样美男，胸口碎大石。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大家等着开演吧。哎呦，真砸呀，真厉害！陆总，您这是怎么了？眼睛不舒服吗？惨不忍睹啊！明天就是木川的拜师宴了，我先去准备了。去吧。无极神医那边要是有消息的话，你随时汇报。是。行了，儿子，去那边照顾一下宾客，我跟你妈去这边。哎，行。拜师宴终于到了，欢迎来到我儿子今天的拜师宴啊！这什么茶？武夷山大红袍。知不知道这茶7万1斤啊？换了。
是。等等，这7万1斤的茶呢，就给那些身价过亿的老总倒，身价低一点，像1000万级别的那种，普通绿茶就行了，懂了吗？那身价不到1000万的呢？随便点几杯柠檬水。懂了。哎，这种不是柠檬水不要钱的，那身价不到1000万的就白开水就行，喝什么茶呀？是。去吧。这才有点像我们穆家人该有的样子嘛！平日里大手大脚的，成何体统？爸，咱们可说好了，今天的拜师宴你可得好好配合。不光要从那老总手里骗到钱去投资，还要逼婚陆雪琪，更重要的是要让穆长生身败名裂。穆川，你还真是死性不改。穆长生，我不跟你说了吗？我的拜师宴不许你来。我问你，无极神医什么时候到？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让你赶紧滚蛋！穆先生，请你放尊重点。陆雪琪，我曾经对你痴心一片，你被穆长生那个贱人骗走，不怪你。但现在我是无极神医的徒孙，你还对我这个态度，你的病还想不想治啊？所以，无极神医什么时候到？无极神医如果来了，我会亲自向他解释。哼，用不着。无妨，我师傅呀，认识无极神医，到时候让我师傅来请无极神医给你治病，能成吗？穆川可是无极神医的徒孙呐。对，今天是我穆川的拜师宴，在宴会开始之前，我得到消息，我的师祖无极神医马上就会到。今天来参加我拜师宴的，都是我穆川穆氏集团的朋友，除了穆长生。哎，这不是他哥吗？对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啊，我父亲穆元白呢，跟我的母亲十分相爱，但穆长生的生母横刀夺爱，逼婚我父亲，让我们一家3口整整分离了5年。把你的狗嘴闭上！明明你妈才是小三，告诉你，再敢胡说的话，把屎打出来！现在穆长生有样学样了，抢走了我跟陆氏集团的婚约，代替我入赘进了陆家。穆川，你颠倒黑白，对你有什么好处？雪琪，我知道你被他给骗了，你现在跟他离婚，然后嫁给我，我就让师祖无极神医治你的病，好不好？实不相瞒，诸位，我今天邀请大家过来，就是想让大家为我做个见证。穆先生，您尽管说。我师祖无极神医救世济人，但不能白救，救你们，你们需要给我们穆氏集团投资，救陆雪琪，她就要明媒正娶的嫁给我，你们说公平不公平啊？就是啊。对对对。谁有异议？我。师傅。我。师傅。如归啊，你可算回来了。还好碰到你师姐，不然我就迷路了。药材找齐了没有？齐了。哎呦，太好了，那就差无极神医的100年春蚕，还有8月雪。你就是穆家那小子，听你的意思是要陆雪琪和我徒弟离婚，嫁给你。许小姐，我师祖无极神医没和您一起来吗？来了。那他老人家……我就是无极神医，我不老。这怎么可能？无极神医怎么可能是个女的？她怎么可能是个女的呀？我要口吐白沫了！我乖徒，跟我上台。啊，去吧。
摊牌了，我就是无极神医，我旁边这位就是我的小徒弟穆长生。穆长生，哼，你个疯女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怎么证明？对呀，你怎么证明？我知道了，一定是你跟穆长生串通好的，你们两个在撒谎骗人。证明？琛花重放，枯木逢春。啊！我长头发了！我长头发了！怎么可能？无极神医，穆长生，师祖，我知道错了，我不知道穆长生他是你徒弟啊！别乱喊，我可不是你师祖。你是。师祖，你看这是我师父给我的玉佩，他说有这个玉佩，我就是他徒弟，那我就是你徒孙呐！放屁！这玉佩是我的！你放屁！这玉佩是我的！师祖，你看，木川也是真的。不像。偷我长生乖徒的玉佩，这弥天大谎，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圆。这玉佩倒是真的。啊，师傅，你师傅是谁？我这个玉佩是拿到穆长生的，我哪有师傅？可无极神医既然这么问了，说明他还是愿意相信我的。我师傅，说呀，你师傅到底是谁？哼，我看呐，你根本就没有师傅。放屁！穆长生，你少在这血口喷人啊！好啊，你说你师傅到底是谁？我师傅怎么办呢？哎，有了！无极神医的徒弟众多，我只需要说一个离金海最远、最神秘的徒弟，就能瞒天过海。我师傅是小医仙。你知不知道小医仙是谁？长生。师祖，那个我师傅他真是小医仙，我师傅跟我说了，外面的人都叫他小医仙呢。小医仙呢？真的是小医仙吗？你说你师傅是小医仙，那小医仙本人知道吗？他肯定知。长生，他是你徒弟啊？什么？师傅，小医仙是哪个师姐啊？小医仙是你啊，傻徒弟！我不是。小医仙听这个名字是个女孩子呀。都怪为师，你成名的时候才8岁，那个时候师傅经常给你穿裙子，所以那时江湖上都以为你是女娃呢。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穆川，你冒名顶替，鱼目混珠，你母亲柳琴鸠占鹊巢，横刀夺爱。你父亲穆元白始乱终弃，枉为人夫，抛妻弃子，愧为人父。今日我许如归，以桃花神令宣告天下，正式永久封杀穆氏集团。完了，全完了！穆川，你想害死我是吗？爸，咱们还有机会，还有机会！你听我解释。机会？你还想要机会？还嫌把我害得不够惨是吧？爸，别叫我爸，我不是你爸。我现在只有一个儿子，那就是穆长生。你给我起开！哎呀，长生啊，我，哎呦，哎呀，哦，解不开，你的病治好了，我呀，现在就去告诉爷爷啊。先别走。我有话跟你说。是什么？睡我啊！你救了我，我以身相许，不是很合理吗？
以后不许造谣，我不行。我没造谣。还有，女人是不会阳痿的。可是你之前明明就……